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各位平安过了一礼拜，也伫主的引带甲保守的内面，互咱通过三甲主日伫教会中会当来敬拜，为了咱的上帝，也愿咱每一人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也带着一个较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期待今仔早起时的礼拜。 搁一摆透过咱的诗歌，透过咱的祈祷，也透过咱所听、所唱、所讲的，搁一摆真做是咱生命中的祝福，也搁一摆重新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快乐。愿上帝祝福早起时的礼拜，也愿上帝祝福伫咱早起时每一个愿意来到主面前分别家己时间的兄弟姊妹。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人三甲地地。 也甲咱早起时下礼拜三甲地地，规头到尾，拢有主的圣神充满伫咱的内面，也充满伫咱的教会。即样开始的敬拜进前，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也嘛会当开喙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伫正早起时礼拜，可能你拄为外口进来教会。 可能搁咧想其他的代志，可能有你操烦的代志，可能有你烦恼的代志，但求上帝伫即时，将你的心通安静落来，互你的心通平静落来，专心注心伫上帝的心上，求上帝安静咱的心，也拍开咱的心，互咱注心伫伊的心上。咱只是咱做伙开喙，你通开喙，也是安静来向上帝来祈祷，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拍开咱的心，互咱的心通热切。 来敬拜而你，咱只是做伙来祈祷。哦，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来拍开阮的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每一个人伫早起时来，搁一摆看见主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生命的内面。主啊，拍开阮的心，互阮搁一摆领受主你的恩典，搁一摆邀请主你来到阮的生命中，对阮来讲话，对阮来启示，对阮搁一摆来。 互阮有对你遐属天来的祝福，主啊，帮助阮。可能只是阮的心，阁有挂虑的代志，有忧闷的代志，主啊，但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通安静落来。因为有你，互阮的心阁一摆得到平安；因为有你，互阮的心阁一摆得到帮助。互阮是即时会当全然来仰望你，伫即时会当全然来敬拜你，伫即时会当全然来向你来求讨。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 当我愿意开喙来向你祈祷求讨的时，求主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心来注神伫你，互阮的心通单单来仰望你，互阮伫早起时的礼拜，真正将阮的心，将阮的一切拢来献互你，来向你祈祷，来向你来献上阮的儿乐。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主啊，感谢你。 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我要听候你，也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 我会聆听候听你的声，我会无正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
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咱的上帝也是咱永远的石盘，有主伫咱生命引带，互咱当通免惊。只是咱嘛为着咱家己即马所拄着的困难，即马所拄着的挑战，来主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因为主是迄位信实的上帝，伊是咱的石盘，是咱的避难所，是咱随时的帮助。只是咱做伙开喙，为着你家己即马所拄着困难、拄着挑战，也是你可能即马有身灵拄着病痛、软弱的时，求上帝来甲你帮助。只是咱做伙开喙，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求上帝成做你上大的帮助。咱做伙来开喙祈祷。哦，主啊，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主你是永远的石盘，主啊，你是阮上大的帮助甲困难。主啊，主啊，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当阮拄着软弱困难的时，主啊，你真做是阮上大的困难的来源。主啊，求你帮助阮，特别是阮拄着困难挑战的时，求主你来引带阮，互阮通知有你引带阮伫阮人生道路，阮就通免惊。主啊，求你继续来带领伫阮人生的路站，互阮虽望有困难，但是阮知有你通倚靠，用阮的一生来成做你美好的计划，用阮的一生成做你美好的见证。主你来帮助阮，主感谢你。只是咱嘛为着你所在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厝内的人，为伊来祈祷。可能伊只是嘛是拄着困难、拄着挑战，嘛可能拄着身灵有困难、病痛，还是软弱的时刻。求上帝帮助伊，求上帝来赐福伫伊的身上，互伊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只是咱嘛做伙开喙，为着你所在需要兄弟姊妹。可能你的厝内人是你的朋友，只是咱为着伊来祈祷，上帝来祈祷，咱只是做伙开喙来祈祷。哦，主啊，咱为着这每一个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你知因即马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主你知因即马软弱是啥物？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扶持。主啊，你是因生命中的大牧者，主啊，你是生命中你上大的倚靠，求主来帮助因，互软者个一届得到刚强。互忧伤的，搁一届得到喜乐；互原本是病痛的，搁一届得到你的医治。主，你的怜悯就施落伫每一个需要的人的身上，你的医治就施落伫每一个需要人的身上，你的快乐就帮助每一个迄个需要的人的身上。互因搁一届对你遐得到快乐，对着帮助，对你遐得到你的引带，对你遐得到你的稳定。主啊，感谢你帮助因看三甲地地。主啊，阮感谢你看三甲地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无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互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石盘，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
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指直正。这是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特别伫推行最多的事工顶面，求上帝来帮助。特别是要进入暑假，有最多关于儿童也是青少年的活动要进行，求上帝帮助伫这活动，透过这活动吸引这儿童、青少年，甚至是这家长，通互因会当来认捌着上帝。那么为着教会最多的小组、牧区、所有的团契、所有的服侍来祈祷，求上帝来使用这的团契。使用一切服侍的人，互因透过所做的一切，将上帝的祝福来分享出去，将上帝的听来分享出去，互每一个所接触的人，拢因为安尼来认捌到耶稣基督这个水的福音，也熟悉到上帝这个上大的祝福。那么为着咱教会每一个服侍的同工，为着咱的牧区的区长、小组长。为着咱教会的牧师终日来祈祷，求上帝加添伊气力，互因通因在做工、在服侍时，有对主遐来的气力、加能力、以及智慧，所做一切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帮助咱的教会来行伫上帝的旨意中。这是咱开除着咱教会所推行的事工，为着咱每一个服侍的人员，每一个终日。每一个小组长、牧师，咱为着因来祈祷，咱做伙开喙，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哦，主啊，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设立阮的教会伫东区这个所在，互阮通真做这个社区的祝福，互阮通真做伫这个社区的光甲盐，祝福阮每一个所推行的事工。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事工，当这个事工在进行的时阵，就带出你的祝福，带出你的恩典。带出你的荣耀伫这内面，互每一个所参与、所接触的人，嘛感受到有主你的疼，感受到主你的引带伫这内面。主啊，你也祝福每一个服侍的人员、服侍的同工、教会中每一个领袖，互有智慧，互因有气力，互因有对你遐来的计划，通知要安怎来带领咱的教会，带领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做水的服侍，做伙来行伫主你的旨意内面。也祝福伫咱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兴起每一个兄弟姊妹，通成做一个祈祷敬拜的人，通成做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我的教会对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拢来显现出耶稣基督的疼。主啊，来使用我的教会，兴起我的教会。主啊，们感谢你，主啊，们感谢你，使用我的教会。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你一生，予你的旨直正。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这邀请咱兄弟姊妹为咱的座位站起来，做伙站起来，做伙起立来，学了咱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
行过人生的路，你会听点我心，让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不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不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用你相信，用你的感动来敬拜咱的上帝，用上帝来祈祷，用上帝来唱歌。
信靠你的时阵，就搁一届通知你的应允是真的。当阮信靠你的时阵，阮就通知有你一路的陪伴甲引带。当阮相信你的时阵，你永远袂离开阮。主啊，当阮相信阮就知主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主啊，当阮相信你的时阵，你就看阮是真做你的宝贝。主啊，阮一生要来敬拜你。主啊，阮一生来学了你。主啊，阮一生要来敬拜你，来学了你，将一切荣光来归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阮相信主你，主啊，阮相信，全然来相信，主啊，全然来相信你。主啊，要相信你，主啊，要相信你。咱再来唱，主啊，要相信你，主啊，要相信你。相信你，主啊，要信靠你，主啊，要信靠你，主啊，要信靠你，主啊，要敬拜你，主啊，要敬拜你，主啊，要敬拜你，主啊，要
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只是咱做用圣诗305首，继续敬拜了咱的上帝。我的心是你的牵挂，了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从来主上帝，一大救主。上帝照顾人类的疲惫，赐归温泉，赐福天的，怎能出山不完天灰？哦，只管主上帝，我的心是，我的心是。天经条记主的名，一起传扬延更上帝，永远的你的哦，只想主上帝。哦，我感谢天顶的主，我的上帝。我是有福运的百姓，通聚集到你的圣殿，而且同心聚会敬拜。主啊，你的圣殿唔只干那是建筑物，主你的圣殿就是伫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当阮同心学乐、同心敬拜、虔诚祈祷的时，圣神就伫阮中间，圣殿就伫阮中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阮有这个福运通学乐。人敬拜，我们要对主领受天顶来的启示，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恩赐，互阮行伫恩典的道路，真侪敬拜你、见证你的百姓。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学乐、荣耀，拢归伫你，众人拢对你得到平安，得到信心甲喜乐。我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阮一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9篇，启应文第19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蛇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殿院点一日，
我宁可伫我上帝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因我全能的天父，慈悲怜悯阮的上帝，感谢而乐你。当阮人类因为罪和律法，甲上帝隔绝，伫绝望中求叫你的时，慈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有缘赦免阮，互你的圣囝主耶稣基督伫十架顶为阮来流血，洗清阮的罪。阮搁一届谦卑伫你面前，献上阮感恩的祭。今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事工奉献主日，阮要感谢俄罗主天父，你过去的年日对总会事工的保守。感谢主天父上帝，伫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中，带领阮做伙来参与上帝国建造。求主透过宣教活动来，互阮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拍拼整全宣教的方向的时，求主你信心帮助阮富强教会全体信徒，会当伫即当中超吹搁实践你顺全美好的旨意，帮助阮带着主耶稣基督谦卑怜悯的心肠，甲信心的权柄来改造这个世界，赐福互阮富强教会，成做包容接纳的教会，来拓展阮的事工，成就教会未来的力量，来荣耀主耶稣基督。感谢主天父上帝，阮确信你要赏赐互富强教会有合一的灵，也互阮搁较有信心，来领受使徒保罗伫腓立门书第6节为信徒所代求的，愿阮正人信心的三通显出功效，互人通深知阮中间万项的好来归伫基督，互基督信仰会当伫即片土地生长结实，日日复兴，搁帮助阮信徒时常更新反省，常时伫即个疫情冲击后的世界，恳求主也保守阮信徒会当合适初代教会的先辈，超越环境的限制甲迫害，通活出真水的基督模样，未来对落。帮助富强教会会当甲疼甲关怀做搁较大，帮助侪忧伤失落的人会当坚强徛在，来成做这个岛屿的祝福。特别阮也要为着台湾的内政甲外交处境来献上祈祷，无论是未来总统，也是立委的选举，也是社会治安、经济、教育、疫情，阮拢要恳求全能的主来掌权。伫无共款立场的中间，求主保守台湾的百姓甲执政者，拢有智慧甲疼心来执行因手中的工课。阮也要将教会中心灵艰苦、身体软弱的兄弟交托伫主天父的圣手中，求主亲手医治因的病痛，主的话语来扶持安慰因的心灵。恳求信神温哥夏牧师经主日的讲道，领受对主耶稣基督遐来的恩典，来宣扬你大快乐的信息，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信心的帮助甲激励。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所得记得我。你的圣果临到迄时，耶稣就记得我。你的圣果临到迄时，请咱做伙来讲述上帝的话，真
今早起的圣经有2段，第一段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我要带因到锡安我的圣山，互因伫我祈祷的殿内面有欢喜。我嘛要接纳因献伫我祭坛顶的烧化祭甲祭物，因为我的殿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第二位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8节，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信心嘛有在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毋过信心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信心的意思，因为信心照上帝的旨意，替信徒祈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献诗请男诗班，今仔要献的诗歌是上帝的儿女好顶有福。在夜里中。
感谢咱主办美丽的诗歌。本主日请下牧师敬道。本主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圣灵叹息，爱主得意。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平安。感谢主，互咱伫即2礼拜慢慢即个雨水有增加，咱无迄个欠水的即个困扰。虽然有落雨影响到咱出入，总是咱心内有缘真期待落较侪雨水互咱的即个即个水库无欠缺总是咱大家要保护家己的身体即个天气变化，气压嘛无一定愿咱大家拢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那么三甲分享主的话，大家咱大家三甲来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即个福气自即伫遮。主啊，是因为你无限的恩典、疼痛甲呼召，互阮伫迷路的时会晓活倒转，互阮伫软弱的时有主你来提醒甲保护，也互阮伫憔悴的时有主你会带领，互阮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你的话语时常伫阮的生命生活的中间咧运作，互阮通过你的话来得到开展。主啊，求圣神通过所有一切话语来对阮讲话。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线接伫咱圣神降临节连续几啊礼拜咱拢来主题专往伫即个圣神甲咱生命生活的关系。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圣神的吐气啦华语叫做叹息台语伊翻译做吐气吐气。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咱所读有2位圣经节小等下咱会当搁做复习啦头一段是上帝对百姓的一种的呼召，一种的呼唤，就是伊要带咱到锡安的圣殿，伫遐是祈祷的殿，伫遐伊要接纳咱所有的祭物。若是按今仔日的话来讲，就是当咱即个殿是下伫上帝的恩典，是锡安的殿，是圣山的时阵，伊就要接纳咱的敬拜、咱的祈祷、咱的学乐，以及咱当心所做的奉献。那第2经节咱也非常的熟，就是罗马书26到28节，伫遮伊讲圣神得替百姓来祈祷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咱要通过这2段经文来思考其中几项甲咱生活真重要的点。意思是经文咱看应该普普都拢理解，但是要怎落实实践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生活中这就是咱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一生要安怎跟对主，一生要安怎听主，一生要安怎互圣神一直用讲袂出的吐气，在替咱祈祷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所领受到的这款的呼召甲祝福。那圣经内面罗马书一个开头就甲咱讲迄个咱唔知影安怎祈祷啦讲咱唔知安怎祈祷安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咱唔是迄个口头加上上帝我讲啥讲啥唔是迄款的祈祷，迄款的祈祷你照念就有唔知安怎祈祷有内面深深的意思第一，圣经在内底讲，咱的软弱有圣神来帮助，咱有软弱，但是圣神会帮助你。安尼表示什么？圣神看顾你的软弱嘛。咱的软弱上圣神知。你安怎？你的软弱有圣神要帮助你呢？因为伊用言语袂当表达的吐气，为着咱上帝来祈求，伊要甲咱帮助，咱袂晓祈祷。但是伊要帮助咱，安尼表示讲，咱袂晓祈祷，爱互圣神知无你无讲，也无要甲圣神讲，安尼也无要甲圣神求，当然就无法度人连结起来。
啊，所以头一个，咱先认知啦，基督徒，咱先知影咱百姓有软弱，啊，但是圣神要帮助咱，咱袂晓祈祷，但是伊要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求。安怎呢？第二个阶段是讲，洞察人心的上帝，知影圣神的意思，哈，洞察人心。啊，台语圣经是讲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啊，所以上帝伊明白圣神，啊，圣神知影你的软弱，啊，然后用土气甲上帝祈祷，啊，这个循环爱有连接起来，啊，无其中一段断去，啊，就无去啊。啊，咱毋是圣神，咱毋是上帝，咱袂当替圣神上帝决定，咱爱先追求咱家己安怎甲咱的软弱、甲咱的不足讲互上帝听。啊，所以圣神会帮助咱，圣神会替伊的百姓祈求。啊，上帝知影圣神的意思。啊，这三项吼连做伙。啊，最后这个重点是讲。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要互听上帝的人，就是按照伊家己的旨意呼召的人，拢得到利益。吼，啊，若是照咱白话字，也是台语圣经是讲，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基督徒。看到这的时阵，心肝真安慰，讲万事互相效力，啊，我会得到利益。但是敢若想到利益啦，俩拢无想到迄句啦，就是听上帝。过来咧，按照伊旨意呼召。这两项你若无连结做伙，你会讲哎哟，啊，我是安怎白白基督徒，啊，伊吼得到上帝的祝福，啊，伊得到上帝的恩典，啊，我哪会拢无啦？拢敢若得甲上帝讨，但是无对家己有一种的提醒，也是一种的操练，也是一种的诉求。啊，这是咱今仔日，咱今基督徒啊，要安怎通过圣神的祈祷来领受到迄个益处，也是讲利益真重要的事。啊，咱拢会对即则经节有真多的想法。我会记对细汉开始啊，读到即则经节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安尼到底是吐气啥货？啊，毋着足怨叹、足哀怨，啊，要定定要吐气安尼吼？到底什么是吐气啦？吼，圣神的吐气是什么意思？吼，啊，咱会当小可了解一下，啊，咱就知影讲啊，原来圣神的吐气毋是咱所想的吼，安尼哀声怨切，安尼无奈吼，啊，咱台语吼足侪吐气的歌咧，吼，毋是迄款的啦。若要简单讲是圣神的话语，啊，咱毋是用人的话讲会出来迄款的恩典，吼，嘛毋是方言哦，是袂当用语言表达的意思，但是上帝了解圣神，吼，上帝啊洞察人的心，而且知影圣神的意思，这个才是重点。神学学者叫做 C.H. Dodd， 这杜德啊是出名的神学学家吼，这杜德吼，伊有讲几项有关讲祈祷啊甲圣神的关系啦吼。伊大先讲，祈祷是伫咱内面这个灵啦，这个神，咱内面的神在呼求咱顶管的神，意思是祈祷毋是干那一个肉体的运转哦。你的灵爱甲天顶上帝的灵结连，安尼迄个祈祷才会通啦。啊，咱常常拢家己吼念家己的，讲家己的吼，啊家己想啥啊拢艰苦的讲家己的艰苦，啊欠亏讲家己的欠亏，啊迄个怨叹讲家己的怨叹，啊拢无想讲天顶的灵到底有同意你安尼无？有赞成你安尼无？有知影你安尼无安尼？啊，所以。咱会当讲起着两项，是安怎讲？咱的内面的神甲顶面的神要有连结，咱无法当靠家己的认知。
咱有一个提醒，就是讲，你逐项祈祷拢是出对你家己的思考，对毋对？你的想法，也是你的经历。你今仔日有啥物代志，明仔载要拄着啥物代志，你会安尼讲。但是，咱爱先有一个认知，讲咱的软弱，软弱是啥物？咱袂当靠家己看的，看全部就对啦，全部，袂当看全部。所以，第一，咱袂当有见未来，咱袂当有见未来，所以咱就无法度人正确祈祷。这CH 道伊来甲咱作为提醒。换一句来讲，咱最近有这青年人，因或是高中毕业，或是初中毕业，过来要升学。有人是对学校毕业，准备要去入去职场，咱拢讲祝伊鹏程万里，前途光明安尼，敢若会当讲安尼啦。但是伊过来会当有啥物成就，咱毋知。所以这就是咱世间人的有限嘛。咱讲软弱就是伫遮嘛。所以当咱袂当有见未来，你袂当讲我将来要安怎，我将来要安怎吼。有人是对细汉伊家己就有一种的志向，一个志向，讲我望要安怎，伊就往这个目标去努力。但当伊这个目标，伊的条件若符合上帝意思，伊就会成就哦。但是有时你家己的意向无一定是上帝的意向，所以上帝会甲你讲，你爱往这个方向去。所以咱伫这个升学的期嘛定来听到讲，哇，是大人你去读这，你想要读迄开始会冲突。若搁加上上帝爱你读3岁，哇，3项呢，3项你要哪选？所以咱袂当家己有了着。顶偌久咱即个世界迄个网球啦，网球网球的迄个比赛比赛，迄个上出名的即个运动选手乔克维奇伊就讲我伫细汉6、7岁的时阵我就想讲我足爱拍网球啊，我将来望讲有一天我会当成做这个大满贯的冠军。人伊真正安尼拼甲进全世界得到上侪冠军的查甫的选手查甫选手，伊若佫得到一摆冠军是男女的冠军拢以上悬就对。伊就是认真拍拼，生活训练哇，无啥物通休闲呐，无啥物食，安尼有通个偌侪用的代志，伊就是爱操练安尼，要达到迄个目标。即款情形无大家拢有啦，所以咱袂当有见将来，表示讲咱爱先谦卑讲我可能我的祈祷无一定是伫我将来是下我家己的想法。第二，就是咱拄则讲的，伫任何的情势顶面，咱无法度判断什么是对咱上好，所以咱嘛有可能袂当正确的祈祷。这是咱咧讲起着圣神咧替咱祈祷的对照啦。当咱兄弟姊妹，你家己有即款的认知明确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我爱靠圣神。咱唔知影家己的真正需要，袂当用家己有限的心智来控制上帝的计划。这跟咱一般伫民间咱有时看到讲，有人去拜遮的偶像有时拜遐的讲什么足灵性的神明，讲要甲讨啥，你若互我啥，我就要甲你安尼来安金牌，拢无共款无共款。意思是你无可能讲用任何的办法甲上帝要求讲，你都要甲我安怎？毋是啦，基督徒就是讲，我爱明白圣神的意思。圣神伊疼我知；圣神要祝福我嘛知。我要安怎活出圣神的祝福？这是甲一般人咧求神明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因为安尼，拄则讲的这几项，咱最后会当带到上帝面前的，就是圣神为着咱上帝来解说迄种讲袂出的土气啦。若安尼，咱就清楚兄弟姊妹。当你家己有面对家己的状况，迄是足实际的，
我即阵有病痛有艰苦，我即阵有烦恼忧闷，我即阵困袂去，我即阵有真侪代志咧操烦啊，事业的代志、家庭的代志，你爱先安静落来，先甲圣神讲圣神，我这要安怎祈祷？圣神啊，替我向上帝祈祷。当你家己有安静落来时，你才会听见圣神的声。啊，若无一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讲了都无任何的出口嘛。昨昏咱的上年有请到一位基督徒的医生啦即个医生来甲因宣讲，伊讲的就讲迄个心灵的代志经济啊，甲即信仰啊，甲即医治的代志。伊就是讲到一点，我印象足深。伊讲有一个姊妹真够操烦就对啦啊，真侪代志安尼拢想袂开就对。啊，毋过伊佫讲，人我一日敬拜赞美3点钟咧，我偌认真咧，你敢知？啊，即个医师就甲开帖啦。伊讲啊，你一日3点钟啊，出来遐时间拢无咧敬拜，你出来遐时间拢咧烦恼。啊，你到底迄3点钟有啥物路用？你3点钟的娱乐，就要带到你规日拢有平安嘛，对毋对？你有喜乐嘛，你有瓦课嘛，啊，若无迄个时间啊敬拜娱乐，啊其他的时间拢无咧敬拜，啊拢咧操烦，啊甚至所想的代志拢无合圣经的意思，啊你无采你敬拜赞美遐久的时间，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向上帝祈祷是一个态度，就是讲向上帝求万事，迄是咱人的需要。但是有2项提醒，就是讲无有倒一件事大到上帝的权能袂当承担的。任何较大的代志，上帝拢有能力通承担。过来，也无任何一项事小啊到上帝无咧顾，上帝看不在眼内。啊，你了解意思就是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的大小事啦，我们生命的大小事，大袂到讲上帝无开力的啦，啊小嘛小到讲上帝看毋食米也无要插，因为上帝有应允咱讲，连咱的头毛伊拢算有着，啊，这个意思是表达讲。咱到底有体贴着圣神的意思？啊，无啥人我的祈祷拢无得到谁听呢？啊，所以咱若是讲起着圣神的土气，咱佫倒转去咱原来圣神降临节对兄弟姊妹提醒的，讲圣神伊是保惠师，伊是保惠师，所以伊伫上帝面前替咱祈求，就亲像基督伫天父面前为咱做中保共款。伊做保惠师是圣神的工作，耶稣基督是做中保。兄弟姊妹，啊，咱家己的即个对这话语的领受咱来想着讲，是啊，今仔日伫迄个法院的内底咱需要律师啦，咱需要律师。啊，你有拄到啥物案件我安尼照头啊，甲律师讲。但是你去到法庭人法官听你讲可能听无完整，啊，你讲的话语法官嘛无一定完全抓着，因为你是民间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律师伊会甲你讲的物件整理甲你的困难伫倒位，你的优势伫倒位，你有啥物权利伫倒位，伊讲足清楚。啊，这是律师的工作。因为姊妹，事实圣神就亲像伫上帝面前的律师啦，替咱辩护。替咱找到上大的益处，啊，所以圣神遮尔重要。啊，你毋知影圣神常常伫你的内面吗？若毋知，就我亲像2礼拜前所提起的讲，咱伫宝山的内底，啊，咱无看到任何的宝贝，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嘛，亲像咱顶日所讲的讲，我入去5星级的大饭店，啊，咧食泡面。兄弟姊妹，咱大家三甲来学习圣经内底有真侪迄个讲到吐气的迄个形式啦。我毋是讲一定就是吐气啊，就是讲圣经内底咧表达的迄个吐露，迄款
的土气有遮个吼，即款的范例吼。比如讲诗篇115篇25节，诗人甲上帝祈求讲：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这就是一种祈祷，一种的土气吼，一种的叹息就对啦吼。佮另外出名的一段故事就是希西家王，伊伫主后715年的时代吼，伊的土气。列王下卷20章1直到30有记载这段故事啦吼。讲迄个时阵，希西家破病到得要死，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建议讲：上主安尼讲，你的后事要交代好势，因为你会死，病袂好。兄弟姊妹啊，这个以赛吼讲话吼够直接的就对啦，伊也无讲上帝互你好啦吼，上帝要甲你医治。迄若一个牧师吼，去到一个病人面前讲吼，上主安尼讲，你爱交代后事啊。这牧师就互呼出啊，对毋对？呼出去啊。但是伊是遵照上帝讲哦，上帝叫伊安尼讲，伊就讲，而且是对一个王讲哦，毋是对一个普通人呢。哇，安尼看起来，这到遮都爱翻牌啊，对毋对？吼，讲你会死病袂好啊，但是安怎？讲袂出个土气，希西家王讲，伊就活当面硬壁，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去做你所看最好的。兄弟姊妹，这就是甲圣心同行嘛，这就是疼上帝的心嘛。伊用这个甲上帝求，甲上帝讨气，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佮照你所看的最好的，照你所看最好的来做。伊伫遐大声祈求，迄款的讨气，上帝有听。圣经记载讲后来吼，希西家加活15年啊。先知讲的，翻盘加活15年，这是一个足奇妙的记载吼。咱有闲甲这段经文搁甲看一下，知影讲迄个心理转折是安怎吼？而且以赛亚书5章这段也有记载哦吼。有款土气是安尼讲的，讲有灾厄啊，哇，是一种提醒。有一种的这个警告啦，18节讲有灾厄啊，用虚假做绳来引罪恶，佮亲像用拖车的绳来扭罪过，哇！这土气。20节讲有灾厄啊，遐会家己看做有智慧，家己看做通达的这是咧表示讲人离开主所拄着的危险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经文，看见圣神的土气，咱学习到这个祈祷的大观念，是安那？这个人的祈祷，上帝应允，我无。毋是你祈祷词无水吼，也是祈祷足少足多，毋是，是你有真正甲圣神同行无？你有听主无？这是咱其中的关键中的关键吼。咱搁重复拄则所讲的做一个整理。第一，咱爱基督徒爱认清咱家己软弱的光景，软弱的光景。咱拄仔讲软弱嘛吼，软弱是毋是讲哎呀，我都无男无女软哥哥？毋是啦，迄个软弱就是挣扎的意思，矛盾嘛，矛盾。吼信徒心中的土气，就是因为咱到底是爱照上帝律，还是我肉体律？比如我肉体都爱安尼，但是圣神讲你毋是，你到底两边安尼扭啦吼，变安扭，所以迄个挣扎，你的软弱就是挣扎，这个重要。第二，咱是爱照圣神的意思的心意，做合伊心意的祈祷，就是讲咱照上帝的心意就对啦吼。咱合伊心意的祈祷，咱拄仔讲，咱都袂当完全拢理解嘛，逐项代志拢完整了解嘛。迄就亲像咱定定咧讲的一个譬如讲瞎子摸象，对吧？迄个像遐大只，
啊，一个人无看到，啊，你望迄个枪，啊，望着骹，讲即只枪吼，生做亲像一颗大箍树，安尼。啊，伊无看到规只枪的形象嘛。咱人也是即款的情形。啊，所以你要祈祷下着上帝心意吼，你家己是安尼摸索。当然你明白甲圣神相同行，你就知影讲啊，圣神爱我啥货。换一句话来讲，你要祈祷得到应允，你先先问讲，我的所行所做，我的想法啊，我的所有的念头有下伫上帝的心意无？这是一个祈祷的人上重要的素养。啊，所以因为咱无法度人望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咱才需要圣神的帮助。就是咱如果有讲吐气，就是对圣神所出的话语啦。所以因为安尼，伊讲的话，啊，你无定啊，甲圣神做伙，你叫圣神要讲什么，对你讲什么话？所以是圣神了解你，圣神认捌你，圣神欢喜踮伫你内面。啊，咱欢迎圣神来工作，啊，请圣神替咱发声。有时是咱请到一位吼，安尼足优秀的律师啦，替咱辩护，替咱表达咱的心意，把咱的软弱表达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祈祷，咱所爱做的是什么？咱来彼此来激发。伫教会，是啊，讲咱兄弟姊妹爱来教会，彼此来助纣，来栽培，来勉励，来关怀的意思是讲，我会软弱啊，所以我需要兄弟姊妹大家彼此鼓励，互咱激发迄个听主的心。因为圣经讲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嘛，啊你无要听主，啊然后讲我要得到利益，啊你根本吼，啊你都免费的就对啦，无钱的啦。啊！你干要得到，啊！你连付出代价都拢无啊！啊！所以这句话，互咱基督徒真大一个信心呐。伊讲，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要赐落迄个生命的益处甲丰盛。咱世间人，敢有一款人讲，我无需要生命的丰盛，我迄益处拢毋免。有一个学家吼，有一个算讲属于一个叫做生物科学的学家，伊讲出一个理论足趣味。伊讲这人类的社会吼，先会进步，也是讲人类的社会会一再往前来迈进吼。因为上帝放一个自私的心伫咱内底，啊，你想讲自私都歹啊，若无自私哦，你就袂生存啊，吼。咱看起遐种的遐动物食物吼，若无自私，伊一定就是淘汰啊。一个虫发伫迄个大树的黄的下骹，伊就是爱旋去你口，少会到一头，伊才会当生存。啊，无你无自私就无法度。伊讲自私是人类，也是讲所有遮个物种的一种基本的心态。但是迄个自私，毋是拢完全歹啦，是你家己要突破，突破迄个有限。但是当咱的自私甲上帝听结做伙，当万事互相效力，咱是用往上帝方向行的时阵，你得到的益处才是完整的。啊，所以当咱家己迄款的软弱无够的时阵，有上帝的帮助，才会当完整。啊，所以这个经文吼真有意思吼，咱有4种翻译啦大概意思拢差不多。咱旧的台语、汉日本讲万行事三甲来，万行事三甲来，安尼听起来，咱少年人就听无，讲三甲来什么意思吼？啊，所以现代台语就是讲万行事互相运作啦。啊，咱迄个和合本讲万事互相效力。啊，现代中文译本讲了更较完整，讲上帝和万事互相效力。现在姊妹，我有讲过摆吼，讲奇怪，刚一项代志来，伊得到利益，伊得到损害，
到底是公平伫倒位？公平伫倒位？圣经甲咱讲，当你若听上帝，照伊的旨意受选，你欢喜军队，上帝选你，你无爱对，安尼就无可能啊！你对，佫无听上帝，然后讲我万事互相效力，我要得到利益迄边，安尼就矛盾啊！咱真侪人捌听起一个叫做蝴蝶效应，捌听过蝴蝶效应。迄个原理当然迄是学家所选择，但是简单讲就是讲，伫南美洲有一只迄个蝴蝶蝴蝶啦，伊一个风，讲有可能会造成北美洲变透风落雨，会变做大风暴啦。当然有迄个理论咧讲，即个原因，即个蝴蝶效应，就讲一个小小的代志会互相连接、运转。比如讲，亲像咱现代世界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地球暖化，对无？北极的冰拢已经化去啊！即马苏联啦、中国啦，足侪北方的遐个国家正咧抢什么？抢讲我要有一只船对北极，甲我的货对太平洋运转去到大西洋，毋免走南边，我对走北边。听起来是大家相济要抢即条航道，对无？迄是生理人的利益啦。但是你知影，迄北极若用融化世界的人真正凄惨所以一个冰的融化会造成全世界迄气候的大变迁。咱就是欠水。有一天咱想讲哇，上帝啊，咱10分水库阵敢若剩十几拍，咱毋一届互伊满起来。你若要一摆10分水库满咱全台湾拢淹水啊！因为要互满都爱落足久的雨。若一摆拢来，风台就是造成安尼。兄弟姊妹，我要讲这个意思是咧讲，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任何的代志拢伫你的中间运转。咱嘛要听起一句台湾俗语讲，祸福相依，对无？也是讲逢凶化吉，这拢是一种愿望的话、祝福的话嘛。但请你记住，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互你，因为听主，因为你照上帝甲你呼召，所以我通领受到对上帝来的益处，毋是对我有损害。结尾来讲是，你有甲上帝、有甲圣神相同行无？你有愿意较侪听主的时间无？有欢喜受呼召做主的工无？这个毋是白白付出的，这是要万事互相效力，来看见上帝你伫你身上的应允。一句话讲，有人讲我做真侪下伫上帝意思的事，就亲像你欠伫上帝的银行簿内底，你存了很多很多在上帝的账簿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咱谦卑落来，欢迎圣神，把基督的主权带到你的生命中。意思是讲，当你找不出路的时阵，你甲想讲上帝啊，我欢喜照你的意思，我毋通固执，我毋通照家己的自私。上帝，我要跟对你。最后，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咱教会搁2冬就要过50周年。亲像即搭以赛亚书56章所讲的，咱期待咱富强教会就是圣经所应允的，是万民祈祷的殿。圣经安尼应允讲，上帝要带咱到锡安的圣山。锡安的圣山表示就是一个上帝临在的所在，上帝应允的所在。咱的富强教会，咱愿望嘛是上帝的圣山，上帝恩典的所在。第二，伫这个祈祷的殿，咱通享受到喜乐，咱望上帝的接纳，讲咱伫祭坛所献的烧化祭甲祭物，伊要接纳，而且这个所在要变做万民祈祷的殿，这就是上帝临在的记号，上帝应允的记号。咱的献祭有上帝所接纳。兄弟姊妹，
这个毋是牧师一个做会到，也是规个少数人做会到。是因为你我大家拢伫遮献烧化祭，伫遮献即个祭物，你拢领受着喜乐，你拢领受着伫锡安的圣山，上帝的应允，接纳咱成做万民祈祷的殿，因为有圣神甲咱同在。兄弟姊妹，咱要来吟修圣诗准备要来做即个异地的祈祷。我邀请你毋通客气也歹势，除非讲你行动较无方便，我望伫台楼顶楼骹，咱兄弟姊妹，咱伫咧吟这首回应圣诗的时阵，你会当慢慢行到伫头前来。咱的遮的长老，咱遮的小组长，以及咱的代祷团的同工来招呼遮的兄弟行到伫头前。若人较济会当两排若无会当排一排。咱服侍者会当伫后壁面，若要当心为着遮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无论是肉体病痛，还是心灵有需要软弱、需要代祷的，咱慢慢伫首诗歌的中间咱来唱，咱来准备，咱来唱这条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伫唱的中间，慢慢来到头前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愿求的声，你大是阮主的尊名，深深的脚声，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为你大福，恳求你收。第二节，咱慢慢头前来。我的救主面前发挥，托开我会，把我洗清楚去我罪，救你的安慰。免客气，第三站，有人佫继续来头前救主耶稣的大功，我大我是比上心肠，你准我祈祷。咱请拢大家拢听起来好无？来唱第4站。我心平无我命强路，救主。若有兄弟有感动，请你到头前来，免客气免客气。天下无烦恼。阿门。这时咱要请这个敬拜团的同工来带咱唱迄条《使我自由》。咱兄弟姊妹，也请你把你的正唱放伫你的心。咱服侍同工开始来为着头前的做伴手祈祷。然后要简单讲起恁会欠缺甲需要
恁会使来伫遐。咱遐日姊妹，你犹原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恁所疼的亲人，有拄着病痛，有拄着软弱，有拄着困难的，来为着恁祈祷。咱你我无论台前，也伫一座位，咱拢有份听做祈祷的殿，万民祈祷的殿，上帝恩典甲祝福伫咱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愿主应允咱的祈祷。兄弟姊妹，你为着你所疼的亲人，为着你家己来祈祷，这是一个共同同心祈祷的时刻。为了头前有需要的兄弟，有上帝应允来祈祷。感谢主。感谢主，主您听阮的祈祷，圣神啊，阮的软弱，你替阮祈祷，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来替阮祈祷，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圣神啊，听阮的祈祷，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来替阮祈祷，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为着阮来领受你恩典甲祝福，因为阮感谢你。咱继续祈祷。为了水雾，落土长大。主的心为我主，来全部咱搁唱一遍，来祝福。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我主我心中的忧愁。我主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倒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土当当，主的心为。感谢主，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啊，你知影阮人的内心，上帝你明白圣神的意思。阮有软弱，阮唔知影安怎祈祷，总是阮有这个福气，圣神为着阮祈祷。上帝啊，求你通过圣神替阮的祈祷来应允阮。互阮伫你内面领受到你恩典甲祝福，为着头前这兄弟姊妹，因为肉体病痛，也是有心灵的软弱，也有侪欠缺甲需要。主啊，这同工换手的祈祷，求你亲像听见圣神的代祷，就应允伫这兄弟姊妹身上。主啊，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换手伫家己的心，主你也知影阮大人的内心。愿圣神替阮的祈祷，透到你主你的面前，你的应允、你的医治、你的透放、你的祝福、你的恩典，让手术伫每一位谦卑伫你面前求讨的兄弟姊妹，包括伫线顶所有兄弟姊妹。主啊，你要互阮富强教会真侪万民祈祷的殿，伫这中间要有喜乐，伫这中间要领受上帝恩典甲医治。主啊，阮意爱，阮要追求，愿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一个听上帝的人，阮成做一个受你所呼召的人。因为当阮听主的时，你就要伫万事互相相接纳的时，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愿主赏赐这款利益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感恩恳求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婆啊，俄罗主，谢谢。好，请回座，请坐下。请坐，请坐，大家回座哈。愿主应允咱的祈祷。咱下面时间到，咱的诗会，咱准备来奉献。
咱三甲来奉献，请书献即书当工开始传奉献地。即时，请咱备办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咱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报告大臣，请咱先掀开周报最后一页来读本话金句。咱做伙来读，毋通互阻碍信息离开你，着绑伫你的颔棍，刻伫你的心边，安尼。你要伫上帝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甲好名声。箴言第3章3到4节，咱做伙来掀开周报第2页。本主日敬拜服侍当工，后主日是由凤山西门教会林志远牧师来主理。属礼李维文执事，其他请咱家己来过目。顶主日聚会信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第4页。第4页第1大点，本主日6月18号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第2大点，本会定伫今仔日6月18号，今仔日下晡1點半，召開第2季中級開首長聯席會議，請咱中級甲服侍團隊首長準時參加。第3大點，後主日6月25號是鳳山西門教會建堂奉獻主日，請林志遠牧師前來本會證道、請安報告甲目看，同時嘛會舉行建堂儀禮，歡迎兄弟到時踴躍支持，並為着鳳山西門教會来建堂順利来代禱甲奉獻。第4大點甲第5大點，小等一下，請牧師詳細來替咱說明。第7大點，第2小點，端午節連假
本会伫6月22號拜四假日辦公室休假，拜五、拜六正常上班。后主日6月25號主日愛餐暫停一遍。請咱掀開第5頁。2023年第3季事工有定表，請各團體服侍同工有資料，請今仔日進前來送交予幹事，方便編輯事工有定表。文圖培育事工研習會消息。第2大點，第3大點，請咱家己來過目。第1大點，聖歌隊研習消息，小等者牧師會閣甲咱說明。第4大點，主日查經班事工消息。頂週已經查考了啟示錄第13章，就是啟示錄頂半部，暑假要休困2個月。啟示錄下半部會有定伫8月6號開始。第2小點，英文查經班7月2號來查考士師記。請咱掀開第6頁，牧區團契消息。第2大點，主日2消息。主日2情緒管理教授夏令營活動開始報名，營會時間是7月21號到7月23號早起。營會地點佇本會教育中心，名額是65名，活動的費用是800塊，報名的日期到7月2號截止。其他關懷大道事項，請咱家己來過目。中華社區消息第7頁，請咱掀開第7頁的中華社區消息第2大點，台南實行醫消息第2小點，你愛故我在天使與牧人合唱團聯合音樂會。定伫6月25號主日下暗7點，佇德光教會舉辦聯合音樂會，歡迎兄姐踴躍參加。第3小點，孕育傳承木款音樂會，定伫台南市學院7月9號主日下晡3點半，文化台南市學院定伫7月9號主日下晡3點半，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行木款音樂會，歡迎兄姐支持踴躍參加。第3大點，台南中會2023年中職信徒訓練會第1小區定伫7月16號主日下晡2點半到5點半，佇東門教會舉行，邀請全體現任輪休中職小組長、事奉團隊首長踴躍報名參加，請咱盡量撥時間來參加。
奉献的金额若有问题，请咱来向财务组来报告。其他时间咱交予夏牧师。咱真多谢杨医师哈，用就是用真详细甲咱报告，有几项爱做提醒，我透过投影片要甲咱做补充的报告。但先是口头的报告，就是讲咱后主任后主任是凤山西门教会的建堂奉献主任，咱较资深的会友拢知影讲，咱若是台南中会内，若有人礼拜堂要登记拢会。一定要接受因来甲咱募款啦吼，但是咱特别接受即个凤山都毋是咱台南中会咧吼，是因为安怎呢？咱甲林志远牧师大家有熟悉，因为伊的后生吼林喜悦牧师伫几啊年前伫新学生的时代伫咱遮做实习大家对伊真熟吼。咱想讲因即间教会较毋是讲弱小啦吼。需要人帮衬，咱要请伊来甲咱讲道，林牧师真有属灵的恩赐，来甲咱讲道以外，咱也欢喜讲开放，互会友受感动，来为着因的建堂来奉献。后礼拜呢，因除了有即个分奉献录要请咱家己关心，请大家准备以外呢，会记哩。几啊个月前，咱有举办迄个毛豆，毛豆义卖，就是因即间教会啦吼。伊后礼拜有哪要搁载毛豆来义卖，咱知影迄毛豆就是爱冰冻的袂使放伫外口吼。所以你若感觉讲，这毛豆热天冷冷来食袂歹，营养真好。你有想要买，要送人做礼物，也是家己食，你先甲咱的干事登记，看是要一克还是几包，咱以后礼拜。早来义卖的时阵你就自然先甲你准备好安尼就对请咱大家踊跃后礼拜三甲为着即个凤山西门教会因的即个建堂来关心奉献佮另外咱拄则有讲到8月13，就是咱今年8月13就是咱的周年庆咱的47周年因为47较无特别的一个年过啦，所以咱教会敢若要有内部的感恩礼拜。赞美礼拜咱要有圣餐佮洗礼一场礼拜若定所以迄天较侪人来咱要报名洗礼的兄弟囡仔洗礼坚信礼赶紧即阵赶紧来报名，因为咱需要进前来做即个学道班来了解信仰赶紧来报名好剩下我来做投影片的报告，咱咱的同工有用足详细，即个奉献地翕落到来做艺术品安尼啦，迄是咱4楼的后壁面迄个奉献地柜因为有个兄弟讲，我找我的奉献地找拢无就对啦，所以咱重新编佮重新整理就对要怎找呢？即个一个足细家你先找你的编号每一区拢有无共色伊也搭无共色，安尼正较好认啦奉献地每一排拢用。无共色来区分你要找到你的色是安怎找呢？先找到你的号码先找到你的编号就对。伊个编号咱有一本，即嘛毋是搭规个壁迄字足细字伊一本簿比如我姓夏，我就夏我的姓，我有词画10画，笔画10画，我现10画会有我的夏出来夏我就我是700几号。我对迄个家去找700，安就找着像这比如啦迄个奉献地是伫迄个标签的下面啦你看夏牧师的牌是704，我的牌下骹迄个价就是我的奉献地坑的所在，安尼知影来搁看一个了这个地咱会记哩，若会记个号码盖好啦，记号条你开就知影咱搁顶边有可能有刷位若无你查你的姓。你奉献地伫迄个号码下骹，搁一项，比如讲恁全家拢，比如牧师是704，谢牧师嘛一个地我嘛一个地我嘛有共同做伙奉献，所以阮有3个地有编号就拢伫704的下面，咱放伫内底，就3个人3个录拢放伫内底，请大家放互原位较袂移无去这拢1年用一个录用甲1年的
啊，唔通无彩等调去佫定来，啊，你嘛唔知影你奉献拄几项安尼就对吼。后来，即个是讲咱母亲节，咱有大家拢有翕相对无？啊，咱有送一张5寸7寸的，哦，迄照片真水吼。啊，你爱去领，啊无别人歹势甲你摕啊吼。你的相片，啊，你有登记，啊去领吼，签名领吼。你母亲节全家福就对啦吼，会记你去大厅领吼，迄1楼大厅。过来是咱县官队要举办新生送战的研讨会，就是要请一位真指挥吼的这个博士吼李建立博士来指导，啊，要伫7月初暗时吼。啊，咱除了县官队员以外，咱嘛欢迎敬拜团呐，对唱歌有趣味的，来互老师指导一下，对音乐有兴趣吼，欢迎咱来报名吼，啊7月初1吼，而且有写吼，暗时7点到10点吼，啊过两天要用所练习的诗歌来献诗吼。过来是咱情绪管理高手夏令营吼，咱主日都夏令营也要开始啊吼，啊咱到7月初2就报名截止啊，啊欢迎咱鼓励咱隔壁厝边啦，咱的亲人的细细囡仔，对升国小1年级到升国中1年级，就是讲拄啊6年级毕业的，拢会使来报名参加吼。过来，咱心灵传教吼，愈英文吼，这气氛愈水愈好，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加吼，伫个所在领受到真水拜六休困的时间吼，啉咖啡甲朋友开讲，传福音嘛足好吼。另外一个就是咱7月初2下礼拜日有一个吼专业的迄个小丑，爱用小丑表演来传福音，你看足有心啦吼。这叫做扣子叔叔啦，吼，迄个柳啊阿叔，柳啊阿叔吼。伊要伫安那呢？伫咱的拜六吼，7月初1拜六先伫提摩太牧区来表演。另外礼拜日吼，咱伫献诗煞，咱县官伫献诗，伊伫咱遮表演5分钟，甲咱介绍讲是安那，伊要用小丑来传福音啦吼。伫咱遮表演了后呢，才去主日都吼演较久的吼。第2场嘛共款，县官伫献诗煞，伊才来做表演。而且伊来吼，咱嘛有要开放讲，因有要帮忙伊朗吼，佮足侪所在地震嘛吼。要伫迄个所在来做救灾的工课，欢迎咱为着因来做奉献安尼吼。这是扣子叔叔。最后就是讲拄则咱杨医师有报告吼，讲咱新人院吼，因为需要经费啦，要伫7月初9吼，7月初9来举办一个即个演唱会，一个募款音乐会吼。欢迎咱踊跃来鼓励，咱奉献都咧奉献啦吼。咱买一张票，来去听这个真出名的这个团队的演出吼，的演出周报内底有写，欢迎咱来欧演就对啦吼。迄个应该是礼拜日下晡吼，咱去听音乐会，伫遐享受一个真水的音乐，为着因来做奉献。咱会当去超商就买着票吼，是咱有需要嘛会当甲咱的会期执事啊，伊拢伫新人院咧上班吼，请伊甲你订票嘛袂歹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会记得等下咱落去领咱的母亲节的相片哦吼。好，多谢。请起立，同心来吟上吟圣诗387首，吟诗煞请下牧师祝祷。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帮助、引带带领，甲正大家三角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
请坐密岛来避讳。咱第一堂礼拜到这，请咱兄姐互相请安。